你嘅日常係咪成日都要處理海量資訊，又或者好多生活壓力，好似一條拉到緊嘅橡筋，係時候俾自己停一停，重新設定一次。Benchmark 嘅清泉工作坊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。喺2日半嘅週末裏邊，俾自己好好咁休息，整裝再出發。清泉唔係一個普通嘅靜修，而係 Benchmark 體驗式訓練，另一個層次嘅突破，令到你嘅身體、情緒同你嘅心智有更深層次嘅轉化，有機會遠離都市嘅煩囂，去到一個同大自然好近、優美平和嘅靜修營地。週末裏邊，你有機會同自己嘅大腦同神經系統做一次重設，呢個重設令到內心更加平和、中正，更加對準每日需要面對嘅壓力。同時，你有機會去放鬆、釋放平時可能忽略咗喺肩膊、身體、四肢，甚至呼吸上面積累咗好耐嘅壓力，可以好溫柔咁幫自己鬆綁。到禮拜日，你會感受到自己身心情緒重新出發嘅力量。當你再次投入生活、投入工作同壓力嘅時候，你會擁有一份平和同中正，大腦唔會再成日心緒不寧 overload， 甚至作息、睡眠更加穩定。